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遍传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以上。请蔡信生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今天也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我们盼望台湾神学院是栽培主的工人，所以更需要我们同心也为神学院来祷告。那我们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传福音的教会，对内呢应该是大家同心祷告的教会。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主日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恳求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在你的爱里面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愿意你从话语中来启示我们真理，也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照着去行。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既然我们的教会存在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宣教的缘故，谈到传福音，你就会想到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不断地告诉他栽培了3年多的门徒大使命。但是真正了解传福音意义的人并不是很多。谈到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了什么？你会说很简单啊，那就是赶快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也就是说，我就尽力的去邀请人进到教会来，或者是那我就鼓励很多人来受洗信耶稣，这样子。广义的来说，只要你跟别人分享你信耶稣之后你生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了，你有什么不一样了，这样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啊。但是更准确的来说，让人家知道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能够活出真理，你就是在传福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就是要帮助人能够靠着福音享受丰盛的生命，在生活里面结果子的事工。就像刚刚在宣召的时候说的，你是那一棵栽在溪水边的那一棵树，是可以安时候结果子的。这就是已经接受福音的人能够享受真正最大的福气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2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对传福音的使命和态度。面对传福音，有人觉得这是不得已的，所以他会感觉到可有可无，或是根本就觉得无所谓。但是有人觉得传福音是我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看到保罗，他从反对福音，他逼迫基督徒杀害很多的人，一直到他翻转，他为主耶稣而活，
甚至为了传福音而受苦牺牲。你看这有多么大的转变呢？保罗不但写了13卷的书信，整个新约只有27卷啊，超有一半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他借着3次旅行布道，他也是第一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欧洲的人。后来福音再从欧洲传到了美洲，最后再从美洲传回来到亚洲。今年是我们台湾人听到福音、得到福音、宣教150周年最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可以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弟兄姐妹，你要饮水思源啊！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有保罗这位伟大的宣教师在第1世纪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传福音的使命啊！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传福音的使命。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要把握时间、机会传福音。跟旁边人说，要把握时间、机会传福音。有时候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这个礼拜3，南崁教会有位弟兄，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我特别因为他每周他都很准时在第2场礼拜，而且位置很固定的，是一位老会友，70出头弟兄，我都会跟他握手。他的妈妈94岁，也是每一个主日他就会准时的来做礼拜啊。可是你知道吗？在礼拜3那一早上，我有注意到那个新闻，就在苏花公路到南澳的时候，有一个摊贩一个落石嘣掉下来，把车子给砸到了。我不以为意，看了就过去了。到下午1点钟，他的家人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妹妹，牧师，我哥哥在那个苏花公路上落石下来，砸到了。他已经走了，真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是因为那摊方是两边就是正在清理这个路边，所以交通就是对向两边要一边停一边开，然后换这边。轮到他这个要回苏澳的路的，他就停在路上排队，就停着的时候，有一个大概像篮球大的，大概30公斤的石头就砸下来了。就偏偏在驾驶座这样，他旁边坐一个，后面才坐一个朋友，那2个都没事哦，就照下，砰，就当场就走了。所以我觉得时间、机会不一定会等人的，传福音一定要把握时间的。约翰福音12章36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趁着有光，这就是抓住机会了。是啊，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照亮黑暗的世界。我们要来认识耶稣，要来信靠他，要跟从他，成为上帝光明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我们要活出真善美的人生。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要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讨饭的瞎子，叫做巴底买。我看到这个人，他就抓住耶稣，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要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瞎眼。
他想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吧，也是我最后的机会吧，我一定不能再错过。所以他看不见，但是他耳朵很敏锐，他听到了脚步声，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就大声的呼求，大卫的子孙，他求主来帮助他。虽然有很多人把他压下去，讲嘘，不要讲话，但是他使劲的大声的呼求耶稣，耶稣停下了脚步，医治了这个瞎子，让他重见光明了。你也知道，这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是的，当耶稣从他的身边走过的时候，特别从你的身边，从很多人身边走过，你要把握时机。当你听见耶稣救人的福音的时候，你要看重生命的问题。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要决心信靠耶稣，得见生命之光。我们在时间里面去寻找机会，跟旁边说，在时间里面寻找机会。真的趁着在我们有生之年、有生之日，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赶快的向四周围，包括你的亲人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传福音。时机一过，就失去了。机会不是那么常常有的，传福音要及时，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时间错过了，许多的机会就失掉了，许多的灵魂也失丧了。约翰福音9章4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够你想做也没有时间，也没机会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传福音，因为机会一直不是说你想要有就有，不是一直都有的。趁着你的儿女还在身边，还没有离家出外读大学，赶快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趁着你的父母还健在，劝他们信耶稣，才能得到永生。有这样的确据，要珍惜家庭的幸福，要带领你的配偶来信耶稣，要使家庭更和乐、更同心。我们要留心将耶稣的救恩介绍给我们的同事、朋友、邻居、同学，我们的亲友，跟他们分享福音，跟他们分享你得着耶稣在你生命中有多么大的祝福。我们说认识耶稣、信耶稣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要把握时机。上帝所赐的每一天都是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现在，积极的传福音。世界在魔鬼的引诱和破坏试探当中，很多的人心灵空虚，他们都生活在很多的苦闷、焦躁、不安当中。传福音，让人认识爱我们的上帝，全能保护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要从火里面去抢救快要被火焚烧的人出来一样。愿主的圣灵常常感动你我，让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我们能够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传扬耶稣，领人归主。当铁达尼号，我们都看过这部电影，对不对？铁达尼号这一艘游轮，
他意外的撞上冰山，要沉入大西洋那个危险的时刻。许多人为着要保命、要求生，在那边挣扎，在那边找机会，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就在每一个人都为能够再活下去、在挣扎努力的时候，有一个 John Harper 牧师，他原本是要前往美国穆迪教会进行培灵布道，下一页有这个牧师的图。但是你知道这个船难的时候，他仍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要传福音啊。在那个电影里面有这个，他苦劝一个年轻人赶快信耶稣啊。有一位在海难中后来生还的人见证，当恐怖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海浪把哈普牧师冲到他的身边，牧师就在他旁边问他：先生，你得救了吗？这个人回答说：没有。牧师又说：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接着海浪又把他们分开了，过了不久又冲回来，牧师看到他，又再一次问他：你现在得救了吗？他说：还没有。牧师又说：相信主耶稣，你必能得救。说完之后，海浪就把他们冲散。那一刻之后，他再也没有看见哈普牧师了。这个劫后余生的苏格兰青年，他在加拿大一个教会，他做见证。我真相信我是哈普牧师最后一个传福音所结的果子。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有一天他看到非常令他感动的一幅画，他就把它买下来。那个画里面有一个人漂浮在海上，双手紧抱着十字架，象征着主耶稣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人生的苦海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都抱住这一根十字架，而且都已经在岸上了。后来穆迪牧师又看到另外一位图画，这跟先前他所买的这一画大致相同，但是这个画里面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漂浮在大海上，他一只手抱着十字架，但另外一只手紧抓着另外一个在大海中浮沉的人。穆迪牧师说：哇，这一幅画真正伟大，非常的感动和影响他，因为他在自己得救之后，还要努力的去使别人也得救。所以这一点也让穆迪牧师他愿意花一生的代价努力传福音啊。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福音是我们信徒的本分。你跟旁边说，这是我的本分。对保罗来说，传福音不是一个重担，也不是被逼迫，是不得已才去做的。他将传福音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实实在在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啊。保罗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我传福音原来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他知道他接受了主的使命。我们知道主耶稣离开世上升天之前，一直交代我们要做的还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我每一个人的本分，不是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夸口。保罗为什么会说他是不得已不能不传呢？因为传福音的责任已经加在他的身上了。因为有上帝的爱，
他将我们这些无可救药、无可挽回的人已经找回来了，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家。他给我们有新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像我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40年，今天我们都进到这个迦南美地，我们都是蒙恩得到这个神给我们产业的人啊。每一个迦南人应该起来，大大的奋力来传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新生命，能够享受永生的福气，不是坐着而已，而是要把这样的好消息，把这样的福分也与人分享。但是我们常常有对不起上帝的感觉，因为好像我们并没有把握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没有和有需要的人分享了福音。所以这里保罗认为，不传福音不仅仅是亏欠跟软弱而已，而且是要一种警醒和反省的事情。因为不传福音就有灾祸了。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再次告诉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用各样的方法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来。回想在150年前，马雅各医生，他放弃在英国行医安定的生活，他在1862年受差遣成为海外宣教师。1862年到1865年，他来到台湾的台南。那时候他27岁。27岁的马雅各医生，他创设了台湾第一间现代化的新楼医院。他一生奉献给上帝。不止他甚至将他的2个儿子也都献给上帝。他的大儿子是马约翰医生，在中国医疗传道41年，他的儿子。小儿子马雅各2世也是医生，他一生追随父亲的脚步，除了也担任过新楼医院的院长，后来也曾经在中国的上海、杭州的麻风医院做医疗传道，前后也达42年了。马雅各父子为神摆上啊！马雅各医生曾经说，如果我还有其他的孩子，我也要全部奉献给上帝，我要他们为主服侍。1921年，马雅各医生8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蒙主恩召的那一年，巴克里牧师回忆啊，在马雅各别逝的当天清早，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跟今天一样是主日，在参加他过世那一天，他还来主日礼拜，但是他在参加主日礼拜之前，他走到外面街上发福音单张，跟路人说：“你们来信耶稣。”他巴克里牧师这样在书上这样说，他以一种不寻常的诚心向人分享福音。他热切的希望更多的人决志相信耶稣。所以看到马雅各医生，他完全不为自己，只为基督而活，为了要传福音服侍上帝。我刚刚讲父子2代3个人传福音奉献将近1个世纪，他们一点没有夸口自己，他们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第3点，我们一起来说，传福音要甘心的摆上。保罗是在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路上跟耶稣相遇，
被拣选成为一个福音的使徒啊，他很清楚明白，他是从上帝领受这个职分的，而且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甚至受苦受死，但是他就心甘情愿去做上帝和众人的仆人呢。我们真的明年总会的主题，我们要真的成为主的忠心的仆人呢。哥林多前书9章17到18节，保罗这样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由这里可以知道，我们是免费的，不花钱的，白白的就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了。所以我们要白白的给人，而不是将福音占为己有。我们不能私藏。保罗传福音绝不是勉强或推卸上帝所托付的责任，反倒他尽心尽力的传福音，表现他整个甘心乐意、自愿摆上。之前我多次分享到格里汉牧师，格里汉牧师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的病痛，我讲过他有胆结石，他有胃溃疡、肺炎、高血压、头痛，甚至他跌倒了，他摔断了10多根肋骨，晚年又得到了帕金森的这个病症，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讲解上帝话语、传福音的机会。这些都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他看上帝的福音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啊！他曾经分享啊，我知道我不久上帝将召我回去，但是只要我双脚还能站立，我必须做上帝的工，没有一件事情比传福音更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在传福音的事上，你受到小小的委屈，或是有一点点的挫折，请你千万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你只要尽心的去撒种就可以了。你发福音单张，或是跟别人分享的，你被人家拒绝、泼冷水，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很丢脸，没有关系，你也不要觉得这不好意思，没有问题。我们要学习保罗，放下自己，甘心乐意在传福音的事上来服侍神。这种甘心的摆上、自动自发的服侍，就是传福音应该有的精神跟态度啊！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讲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跟旁边说，不要以福音为耻。我干嘛传福音是更小？不要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阿们。所以我在讲，我们在欢庆迦南教会50周年之后，你要怎么样回应上帝所托付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我要鼓励大家，我相信未来我们的教会会不断的做外展传福音的培训跟装备。我们教会要培养更多传福音的工人，然后我们都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过去这个教会透过3福带很多人进来，传福音有很多好的策略跟方法，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我觉得1对1当然很好，可教会要采取团队。就像我记得3福也是一样，3个3个一组，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关怀慕道朋友，分享福音，领人归主，继续跟进，去关心他们。传福音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了，我们一起去撒网。你不是一个钓鱼而已，要用网，用一个爱网，用神给我们的福音的网扩展出去。新媒体也能帮助我们传福音啊！
很多的方式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社区的事工最终的目的是要赢得更多的灵魂嘛。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兴起福音运动。团队传福音的价值是在于像面酵芥菜种一样，会不断的扩散出去。罗马书10章13到15节，保罗鼓励我们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他讲一句话，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够去传道呢？正如经上所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啊！所以传福音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连家恩弟兄，你知道这位自愿放下高收入，他是个医生，他自愿前往西非的布吉纳法索服替代役，这还不稀奇。他结婚生了孩子之后，继续带着他的妻子孩子继续在非洲，到其他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去宣教。他宣教的热情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啊！这本书是他最近出版的，我还鼓励很多人可以来读这本书。你读了之后，你会火热的跳起来，你会有传福音的热忱。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给我10万个灵魂》。连家恩，荣兴教会的青年。我想其中有一段话深深的感动我了。他这样说了，你可以觉得自己很平凡，你可以认为自己不配，无法胜任，但是只要你愿意，布道家就是你。跟旁边说，你可以成为布道家。那位住在你里面的上帝，要如同放在瓦器里面的宝贝，透过你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你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预备心，当上帝呼召差派你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本分还有责任，也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让你甘心乐意的摆上，将传福音给那些还未认识耶稣的人，让更多人因为听见而相信，因为相信而得救。在你的生活里面，让接触到你的人都会渴慕，想要像你一样，是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让他们都可以得到福音，也因为你，他们都得到祝福。人人传福音啊！让我们的迦南教会成为一间宣教传福音的教会，一起得着传福音的祝福和奖赏。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爱与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小，从年轻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人，我们全教会都一起来传福音，把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